来搞单子呢？家好，人也好，家跟人应该是结在一道的。别个扬州有历史也悠久的呀。对呀，不然在金瓜湖浪向人呀，是不像呀。好说话，我说单子不一样的。啊，到了一个讲就不灵了。人家讲副领呢，一到天地会是你蓝领那个共享的。晓得呀。还是拿上海个老领导呀。老港，老港。你这家伙。来龙去嘛呢，我还没详细看，但是我晓得搿地方呢是必打卡的地方。打一打卡呢，30块洋钿抽。那帮国浪向个肉，哦哟，晒脱1块，赚得了铜钿，随便啥地方侪喊的。不管你是扬州也喊，苏州也喊，英语烧鸡全世界通用。因为英国、美国发达，扬州是跟咱纽约一样发达，啥个还高，所以全地区70几人大家拉开拉开，对吧？对，徐富徐讲。哟，总算看见这一个月免费品尝个地方子。侬哪能不怕难为情个啦？免费品尝是个一路一喊，实际上来吃香烟一样，我与你的，懂吗？懂了。今朝那是请我得来一个地方吃夜饭啊！啊，那么你来三线毛病来这，搿个里向包穿过马路侪是40包，现在5点半到6点钟吃，换句话半个钟头辰光还省脱40块洋钿，还到没地方还穿啊！钞票嘛不要省了，我是讲。不，为这40块洋钿我随便哪一穿一穿，40块洋钿得来分4块，我4块洋钿一穿，40块洋钿你哪怕海步差头转个弯也合算个呀，岂不讲8块？你为啥省下来32？我是精打细算工业家个人，退休工资3000，管不出泡的。哎，农民白吃好不啦？不，黄贼，我把这不吃干，这是10年花掉，一个他190不得了，你那讲10年，你晓得是几年的？那弄一吧，50差不多。哎，你看呐，那种文明程度是根本不来塞啊，整个真家伙，实力不灵怪，哎呦，实力不灵。有那地方该去管哈。这里一个晚上多少钱？要看大床还是标间？大床628。还了对吧？还好。衣服等等，狐狸糊涂，铜钿挖出去。狐狸带货，看带货，辛苦。那么来谁吃？我们2个人的世界，男士优先。分开药品来的，那个菜来了再后去吃。不过海里车子同意到那个地方来吃，随便拿回来。不要去点任何人，今朝就是2个人。单子扬州，不吃狮子类3个分类。任何么事来个能介个。徒有虚名。啊。我发拨啥人看呐？发拨李阿姨，芳草，我叫伊拉看了眼睛擦血。我打扮。哎呀，还打包难为人不怕啊！谁说你现在有500套房子，还不能忘记脱你来江西插台楼个辰光？哎，侬夜里向脱口红做啥啦？拨啥人看啦？拨自家看。插楼。